大马好不鲜明，各位米线，各位玩伴，各位亲亲他们，各位金孙们晚安，大家晚安。11月12号11月12号暗时8点，以下团声，晚上8点，以声茶声。我是 Yuna， 龙老师，我是迪卡，洛克罗斯特你阿妈，酷吧会伫公司台语台主频道等你，等你哦，等你哦，等你，对，就是你，等的就是你，就是听到啊好，重要的话讲三拜，不是啦，11月12号暗时8点，新民代理人要降价伫台语台咯。以下团声专台第2 B2 主持的台语综艺节目，就伫公司台语台 YouTube 频道，调查你一卡都无爱来。